白变，顶礼拜母亲节你敢有去倒位佚佗？无呢，我拢踮厝咧，甲阮厝内人开讲。哦，遐乖哦。毋过即摆疫情遐尼严重吼，伫咧厝里嘛是较安全啦。嘿啊，后边你咧？我嘛拢伫厝啊。毋过原本叫是讲吼，伫厝庆祝啊，毋免开较济钱。结果无出去啊，煞包较大包咧，电倒是愈开愈济。啊，你敢有？我是开伫咧叫外送，啊，佮买鸡卵糕顶悬啦，嘛是开袂少。毋过阿母欢喜上重要。安尼听起来嘛，甲我共款啊！哈哈哈！开工遮济句，哪像还未来开场，赶紧来开始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区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变，黑白变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第一张批是无论国中一年的市区含同学要写互妈妈的批。自细汉我就定定对伫你的身躯边，听你讲真济大道理。虽然讲你受气的时阵对我真歹，嘛会甲我拍，毋过我还是足爱你。逐摆食暗顿的时阵，你拢会煮真青草的暗顿，互我食足饱。你嘛会伫我伤心的时阵甲我安慰。阿母，多谢你甲我请养大汉，是你教会晓我真济代志，互我伫即个社会会当有足济朋友甲智慧。会记得一年仔的时，你足严格，若是我的字写甲足歹的，你就会甲切掉，叫我重写。迄当阵我真正足讨厌你的，后来我才知影你是为我好，互我写字变真水。阿母，多谢你对我的包容甲照顾，我爱你。哇，足甘心的呢！这是国中的学生用手写的批哦。嘿啊，而且字有影写甲真水呢。重点是伊的台文字嘛用甲真正确的，毋知伊敢有先问过因老师？啊无你当作大家拢甲你共款两讲哦。哎哟，台语万底深刻呢，我还搁伫学习啊。嘿啦，咱要学的还阁真济。啊，你毋是讲有啥物爱注意的代志要甲大家讲？对啦，爱先甲大家讲清楚。阮有先请去函问过因是大人，敢会使用本名来投稿。嘛有甲因学校的单位讲过啊，才念出来。其他的同学若是有人要用本名写批来，爱记先甲爸爸妈妈问哦。讲到若亲像有足侪同学要写批来共款。对，爱记你先问过哦。但是我感觉囡仔就是安尼，遮古锥啦，互拍了后扣的都袂记哩啊。毋过啊，嘛是继续安尼皮皮。大家啊，千万着爱乖乖，毋通食饱嘛受气哦。好，过来咱继续来念第二张批，这是桃园的阿姨写来的。这张批我要写互阮妈妈，阿母你辛苦啊！自少年就离开家乡来北部讨生活，嫁互阿爸了后进入大家庭。听你讲以前的生活真艰苦，大家拢住做伙，生活总是欠长内度，一直到分家了后，生活才有较好过。会记你读高中的时阵，因为伤晚困，早起定定困过头，拢是你骑车载我去学校。有一摆，搁去弄着别人的车，好佳在天公伯有保庇，咱拢无代志。心肝内真正是对你感觉足歹势的，嘛是对迄摆开始，我着甲困过头的歹习惯改掉。阮妈妈是南部人，因为路途遥远，一年转去后头厝无超过5届。好佳在即摆有高铁，互你会当较接仔转去。前一阵仔外妈过身，看了呢两边走踪，我看了实在是真毋甘。即摆你的年岁嘛愈来愈大，身体渐渐出现一寡病痛。因为做工课的关系，我无通踮伫厝，你着爱好好照顾你家己。希望你身体健康，无烦无恼。若是有休困的时，我一定会尽量转去，陪你开讲，陪你散步，陪你去菜市仔。我知影，逐摆我若转去厝，你拢会煮好料互我食。我知影你毋捌出国过，我会搁较骨力趁钱。等疫情过了后，才带你甲阿爸做伙出国佚佗。所以你着爱甲身体顾好，等我带你去哦。爱你的查某囝阿益，天下间的妈妈甲阿嬷拢共款呢，惊囡仔枵，惊囡仔寒。嘿啦，咱拢是出来外口食头路了，才会当体会到阿母的爱。真的，像我逐摆转去厝的时阵吼，我拢笑讲我是查警察，啥物物件拢搬转来。但是这就是厝内爱心啊。是啦，阮阿母拢拿念讲台北港无所在踏买，也毋过吼，伊拿念手嘛是一直囥。我是无想要早遐坐，因为坐车无方便。
我嘛是安尼啦，但是想讲这就是老母的爱啊，也是讲会当赶的尽量赶啦。好，无要紧，咱继续来念批。第三张批是三夹的阿奇要写给妈妈的批。亲爱的妈妈，虽然刷落来的日子咱已经无法度再相会，毋过你我拢知影，咱两人之间的感情拢会留伫心内，是斩袂断的。我无一天甲你放袂记你，你嘛甲我同款。三不五时去望着过去，醒来敢若剩满满的遗憾。这份树仔要停，风毋愿意，毋捌伫梦中交代任何代志，一定是你已经甲过往放下，前往无疼无苦的世界。希望来世你过甲无烦无恼，阮会甲家己的生活过好好，请你莫牵挂。哦，听到这种批拢感觉足毋甘的呢。嘿啊，毋过啊，阿奇家己嘛有讲，写批来啊，嘛算是整理家己的心情。安尼真好，若是会当互大家有一个心情的出口嘛，袂歹。是啦，这嘛是另外一种讨放的方式。连续2日拢收到听众对亲人的思念。对啊，所以我甲你讲，我感觉吼，爱就爱即时。你佫想要创啥？无啦，我想讲，甲大家讲，赶紧打电话，也是传讯息互妈妈。无论是讲甲伊乱一个吼，还是讲一寡较大心的话，拢会使。毋通等到袂会时阵吼，才来后悔。好啦，我知影你要讲啥。对，赶紧来收尾。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声音的配信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第一张批是无论国中一年的市起函。创啥？我每次同学就考起函你见名海阮 NG 世界。拍摄拍摄，起是七啊，念一好不好？批函，这么难哦。那有够失礼啦，然后名念干呢，我要甲这收。